新竹县尖石乡的后山地区，拢无这药房伫咧卖这快筛试剂，当地民众若准备买，就爱塞车3点钟去到卫生所才买得到。县政府即摆也特别协调病院去到后山替大家做 PCR 检验，希望会当减少民众负担。新竹县尖石后山部落因为无诊所甲药局，民众要买快筛试剂，就驶几啊公里的车程到卫生所。往回车程3点钟，佮加上试剂数量有限，对后山地区的民众来讲，实在真无方便。来回的话，你最起码也是要差不多2个小时多到3个小时啊。我们要去监视去那个什么买快筛啊，根本就买不到。县政府这站协调病院来到后山地区设立暂时的体检站，暗算会使做550个民众的 PCR， 很方便啊，对啊，而且它是免费的嘛，不用付费啊。尖石乡已经有做过一场大概800多人的 PCR 的一个检测，会再由我们的大安医院到后山就是我们的秀兰跟玉峰，再进驻做 PCR 的一个采检。县府也希望中央增加配合当地快筛试剂数量。乡公所是建议针对后山的民众，应该直接发快筛，让大家减轻民众的压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